你说你是朝廷命官，那你有什么证明啊？我的随从都在长坡镇，你叫了一问便知。长坡镇，长坡镇在什么地方？回大人，长坡镇在高平县境内，离这儿多远？大概有40里。本官昨晚就住在那里。哎，父母大人，您看这人，昨天晚上明明住在我们香春院，怎么又跑到几十里外的长坡镇去了？我什么事？是啊，你说你住在长坡镇，那你为什么跑到这么远的路来侠妓呀？我没有侠妓呀，我是住在长坡镇呢。我大胆狂徒，竟敢冒充皇亲国戚，你还不给我跪下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你还敢打本官？我打你了又怎么样呢？哼，死到临头了还敢咆哮公堂？哼！我没有咆哮。你说，他昨天晚上到你那儿都做什么了？回父母大人，昨天晚上他进院后，自称是做丝绸生意的巨商，然后点了一桌酒席，还点了3个姑娘来陪。几个？3个。就他一个人？对。好你个王八蛋呀！啊，这老爷我是父母官，我才是一个正房，一个小妾，这无非也就是1、3、5、2、4、6的啊！没想到你呀，你一下一个被窝里就干4个人呐！父母大人，我们可都是做正经生意的呀，我们亏的血本是小，以后没有钱给县里交租纳税，那就事儿大了呀，请父母大人明辨。你放心，老爷我替你做主。大胆狂徒，老爷我见过骗吃骗喝的，哼，还没见过骗嫖骗睡的呢。来呀，给我拉下去，重责40。大人冤枉！审了半天，老爷我有点累。来啊，让这3班衙役都歇会儿，该喝水的喝水，该撒尿的撒尿。是啊，来，都下去歇息吧。你别动，跪好了。来，你呀，也先下去歇歇啊。你放心，老爷呀会为你做主的啊。谢父母大人。大哥，我求您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把你那个祖传秘方给了我，我保证恕你无罪。祖传秘方？对，什么意思？哎，大哥，你看你一个人一晚上和3个女人，你要是给了我，那保证老爷如果成了的话，我肯定恕你无罪。呸！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是！哎，你还拿起架子来了？我跟你说，本官这次是奉旨出京，你要是耽误了大事，你10个脑袋都不跟万岁砍的。老爷，我不生气啊。我再问你一句，你把祖传秘方没有？这，击鼓升堂。来啊，将这个冒充皇亲国戚、骗嫖骗税的狂徒给我重打40！重打40！哎呦！冤枉啊！哎呦！
还不给你吗？哎呦！喂，有何事？我们是兵马司孙荣手下，有事求见你们县令大人。各位等候，小的这就去通报。你打得好，打得好，再打20。大人不好了！何事情况？外面来了一群骑马带刀的卫兵，说是京城兵马司的随员。本官的随从到了，我看你怎么活！快扶大人跑！给我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哎呦，稳一点儿！哎呦，再稳一点儿！叫你们稳，不是叫你们慢，还得赶紧跑，快跑！哎，搞什么名堂？停！我说你们搞什么搞啊？啊，搞什么搞？叫你们快点就颠簸，叫你们们在这耍色皮。大人，颠簸的厉害，关键是他们4个人的脚步不一致，磕磕绊绊的。那你们就步调一致，步调一致，都听我口令，听大人口令。好，听大人口令。走。前脚后脚，左脚右脚，前脚后脚，左脚右脚，前脚后脚，错了，乱脚，前脚后脚，后脚左脚右脚，前脚后脚左脚右脚，前脚后脚左脚右脚后脚。哎呦嘿，老爷屁股不能碰，老爷屁股摸不得。停！哎呦，走开！哎呦，你慢点。哎呦，哎呦，慢点，老爷屁股摸不得。哎，知道了。哎呦，这是那么大劲儿你？哎，你慢点，慢点。还行。大人，要不要给你请个大夫？还用说呀？把当地最好的花药大夫给我找过来。是。废物点也是那么大劲儿，讨厌。大人，可以出发了吗？出发。出发。前脚后脚，左脚右脚，前脚后脚，左脚右脚。常玉，你私吞灾银，残害百姓，勾结藩王，图谋不轨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有何话讲？宝珍，我再说一遍，你是钦差，我也是钦差，我就算是犯了天大的王法，也只有万岁爷可以圣裁民断，你没有资格杀我。我要面见万岁爷，有本事你带我去汴梁。你要见万岁？好啊，王朝，请上方宝剑。是。上方宝剑在此，如万岁亲临。不是胡话呀！
啊！你唬我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万岁爷给你尚方宝剑是去杀白玉堂的，不是来杀本国舅的？无论何人，只要违法犯罪，一律按律处置，绝不容情。伯承，伯承，我知道你狠啊，我知道你狠，王公驸马你都敢杀，但是你就没有想过有一天，所有人都联合起来对付你一个人吗？魑魅魍魉，何足挂齿！来呀，将庞玉脱衣上马，十字街头，明日午时3刻，当着所有陈州百姓的面行刑。包黑子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这里离陈州还有多远？禀大人，还有20来里。你赶紧再带一个人，火速赶往陈州，通知包拯准备接旨。是。快点，再快点！快停下！何人胆敢阻拦？我们是东京兵马司孙大人手下，孙大人奉皇上之命前来宣旨，请包大人接旨。孙大人在何处？圣旨又在何处？随后就到。大胆！孙大人还没到，竟敢当街拦截囚车！来人啊，给我乱棍赶走！救我！等一下，救我！为何停轿啊？启禀相爷，兵马司派来2名随从，说孙大人要来宣读圣旨。由于圣旨还未到，那2名随从已被卑职乱棍赶走。不管他，继续走。继续前进。人犯庞玉。过去。快，再快些！快，再快些！别顾及老爷的屁股。启禀相爷，5时3刻已到。好，来呀，开闸！闸下留人！快，闸下留人！圣旨到！包黑子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怎么狠！包拯接旨。臣包拯接旨。奉天承。
母猪疯发了！母猪疯发了！把他拉起来，给我重新读，找人给我读。大胆孙荣，竟敢中途侠妓，将圣旨丢失在妓院，罪大恶极，十恶不赦！来呀，给我拿下！是。包大人，饶命！胡头铡预备。包大人，这不关小的们的事，求大人开恩。孙荣中途侠妓，尔等也难逃责任。本官不予责罚，尔等回到东京，找各自衙司请罪去吧。多谢相爷。
3斤的跑去妓院，还把朕的圣旨给落在妓院里头。这等大不敬之人，就算包拯不治他，朕也饶不了他。臣用人不当，请万岁治臣失察之罪。还有你那个儿子，成天给朕送喜报，今天这桩业绩，明天那桩功劳的，结果呢？口供全在这儿，你们自己看。万岁！那包拯与臣妾一家素来不和，验证那些口供不是屈打成招的。我看就这样吧，你们就随朕前往陈州实地核查吧。若真属屈打成招的话，朕就将包拯杀了，替庞玉还有孙荣报仇。但若是这包拯查的全都属实，朕又该如何处理？你们先好生拟定一个法子吧。不急着回答，回去好好想想，再来回朕。先下去吧。臣告退。臣妾告退。臣户部尚书周晓光叩见万岁。周爱卿，请平身。谢万岁。周爱卿有何事？回万岁，包拯同陈州发来一纸公文，要求户部拨白银200万两，用来接济陈州灾民。200万两。这包拯以为朕这有金山银山呢。这些年加起来给陈州的赈灾款，恐怕已经超过1000万两了吧？万岁，包拯在公文里说，朝廷拨给陈州的灾银，那庞玉1文钱都没用到灾民身上，相反，还从灾民手里诈走300万两。这么大个国家，今年这个州闹旱灾，明年那个州闹水灾。北边的辽，西北的西夏，年年扰我边境，战事不断，花的银子就像流水一般呢。你叫朕到哪儿再去找200万两给包拯？请万岁明断，臣该如何回复？你去告诉包拯。要银子，朝廷是半两都没有。但是，灾还是得赈，民还是要救。当初不是他包黑子自己哭着喊着要到陈州去吗？银子的事儿让他在陈州自己想办法。臣是担心，一旦把包拯惹急了，他会不按规矩行事。他开封府中本来不就住了一群绿林好汉吗？让他们自己去打家劫舍、劫富济贫好了。反正不是早就有人说他开封府是官匪勾结、猫鼠一窝了吗？万岁，这大宋朝能杀一家而救一州百姓的大肥猪，恐怕找不出来几头。哼，杀1头不够就杀2头，2头不够给我杀3头。朕养了这么多肥猪，现在不杀来赈灾，难道还要朕把它供起来当祖宗吗？请问是岳公子吗？正是。岳公子里面请。我饿。老四，老四。你这东张西望的找什么呢？哎呀，肯定是找那个小白脸嘛！对对对，可是咱就不告诉他他在哪儿呢？不告诉。那个
三哥，三嫂，告诉四弟，告诉四弟，告诉四弟。刚才有人，你这个腰最近还好吧？啊，来，我拦着他干什么呀？手艺见长啊！哎呀，要酒还是要馒头啊？酒啊，馒头啊！到底要什么呀？哎呀，老婆，酒贵一些，馒头好吃一些。酒馒头，你想那白白软软的。好了，二位，等二位哥哥嫂子商量好了之后再告诉小弟好不好？我先走了啊。陈州连年遭灾，朝廷拨下的赈灾银两已经被庞玉挥霍干净，现在仓库里面没有一点存粮，每天发放2吨野菜粥都难以为继。可这庞玉送往东京的1万两黄金，可是作为赈灾款，赈济灾民的，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儿。沈大哥，你上当了。谁说没这回事儿？我可亲自参加过押运呢。哦，那这么说来的话，老胡啊，这么深的水坑里边，肯定是有鱼的。让四叔去给咱们抓2条上来，烤着吃也好啊。他这一肚子坏水的老四，他现在没准已经抓到了，躲在什么地方偷偷自个儿烤着吃呢。哎，这样，咱们呀，让四叔给咱们抓这2条，这么大的，咱们就告诉他那小白脸在哪里。行了吧，老婆，咱们都不知道小白脸在哪儿，拿什么告诉人老四？蠢呢你！哎，等四叔把鱼给咱们抓着了，咱们就随便给他指个地方，让他自己找去呗。那找得着找不着，又赖不着咱们。咱们就说那小白脸自己身上长的腿，他又走了嘛。老胡啊，你是不是背着我吃了什么不干净东西了？不，我是说过，老胡，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聪明了。俺本来就聪明，那是他们说俺蠢，说着说着就把俺真的说蠢了的。对，我家母老虎一点都不蠢。以后啊，有啥事啊，我都听你的啊。乖，乖。我这儿有个消息，不知你们可有兴趣啊？小白脸，你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？刚刚你们的四爷啊，找过我，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说你们在半路上劫持过庞玉的几车金子。啊？这事这个老四，这今年老子都不能告诉我，他凭什么告诉你啊？也许他想打那批金子的主意，一个人独吞啊？那倒不是。他说这笔金子他的功劳最大，自然要多分一些。这个老四啊，我们说好的，1人是2000两，然后是盖房子娶媳妇儿，他凭什么要那么多呀？因为啊，这老大已经找着媳妇儿了。是啊，我那大侄子都10多岁了。还有这2爷和3爷，不也已经有了吗？那是因为咱模样长得俊。要说最俊的，应该是5爷，所以找媳妇儿更不用愁了。是，人家老5号称锦毛鼠，是长得俊，不难哈。哎，小白脸儿，我可再提醒你一遍，我们家5爷那是老早就打了白条，把雅兰姑娘定在手里了的啊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现在就只剩下4爷一个人，先天长相不足，所以就想用金钱来补救一些，所以他就想多分一些。他要多少啊？4、6分，你们每个人拿1000两，他一个人拿6000两。穷疯了他！6000，他还说了，他说这6000两都不一定能娶到像3嫂这么重量级的。
对，俺可没花钱，俺是明媒正娶的，那个俺是1分钱都没收的，俺是白给的。反正他跟我说，这三嫂是他让给三爷的，如果三爷不同意，还想跟他分钱的话，他就把三嫂抢回去，三嫂降成4嫂，降格使用。凭啥呀？凭啥要降俺的格？俺不当4嫂，俺只当3嫂。现在啊，我看这4爷是下了很大的决心，说要跟3爷一争到底，不争赢的话，绝不罢休。他敢！老师傅砸了他喝酒的砂罐子，吃馒头的砂罐，我这就找他算账。哎，等等，你可不能告诉他，这是我告诉你的。要想做斯文人的话，这最要紧的呀，就是不能把别人告诉你的都嚷嚷出去。放心吧，小白脸，我不会出卖你的。我锤死他！我小白脸！哎，嫂子，先偷他2大嘴巴再说，赶紧去！你等着。老妈，这每天都吃点稀饭，什么野菜，就两顿，咱们练武的人，这扛不住啊。行了，凑合吧。你说天天咱们上街买酒买肉，老百姓看见了不好。要不从明天开始，我们派人进山打猎，这样一来也能改善伙食。郴州这地方连年招灾，树皮都被吃光了，还打猎，我看连老鼠都没有了。要这儿有一条大河就好。你们不是不知道我的本事，有条河我就可以下去摸好多鱼虾。我什么爱你啊？老三，你疯了！我招你惹你了？哎，老三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不管3七21，你进来就打呀？你眼里还有没有？不要说了，我眼里有你。可这老四，他欠揍。就是他要降俺的格，他说不让俺当3嫂，要降俺当4嫂。秋葵嫂，这话你怎么从何说起呀？你2个浑人。秋葵，你倒是把话说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老四说了，他想多要那6000两黄金。俺要不答应，他就想把秋葵从俺身边夺走。你别胡说八道，行不行？什么金子？怎么回事？就是上。住嘴！这怎么能胡说？老三呐，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，你不知道啊？哎，什么该说什么？你不让他说，那你说呀？说呀，二哥你说吧。老爸呀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就说呀。老四，大哥，我说，这个事儿吧，其实我们早就想告诉你，就一直没来得及。你知道那个庞玉送往东京的那批金子，我们结了1万两啊！大哥，我们眼里有你啊，有你，别生气啊，有你。我们都商量好了，咱们哥5个每个人2000两，有你一份。谁想到这老四，他中途变卦了，他想多要这6000两。你给我说清楚，这红话是谁说的？俺们斯文，俺们不告诉你。哎，咱老四说了，他个儿矮，哎，他必须要这6000两这黄金呢，才能娶上一个像俺家秋葵这样的有分量的媳妇儿。老三。你拍着你的良心想一想，我蒋老四是那种阴险狡诈的小人吗？反正矮子老四说了，这秋葵以前是他的，是他让给老心儿的。我要是不答应条件，这矮子老四就要把我们家秋葵给夺回去。你怎么那么混呢？
就是三嫂，没人能够改变这个事实。行了，别闹了，都先坐下。乖，我在呢，看你这谁能把你怎么样？行了，你们两个人好好动脑子，想一想，就这话，这种胡话，你们俩也能想。怎么能相信呢？哎，二哥啊，你看就老四每天跟着那小白脸屁股后头转，像一只小狗。三哥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这红话是月华告诉你的？哎，大哥、二哥，看见了没？月华告诉你看他那个模样，你们还不相信吗？啊！你老四啊！二哥。你可别相信这人的胡话。那这种话你怎么能？不可能说，我怎么可能跟月华说这样的话呢？我还纳闷呢，这么绝密的事情，月华怎么知道的呢？我就奇了怪了，这么大的事儿啊，你们居然就不和我说一声？那去1万两黄金。你们真的打算私吞？哎，别！二嫂，你听我说，这事儿完全没二哥什么事儿，是我出的主意。我当初是觉得我们哥几个都没有老婆，我是想凑一笔钱给大家娶媳妇用的。哎，二嫂，你说这1万两黄金能买多少馒头呀？能买跟山那么大的一堆的馒头。能让这陈州所有的灾民都吃上1年。1年？那咱们干嘛不买馒头给他们吃呀？我和赛花决定啊。把我们那份黄金都捐出去，给陈州的灾民。我的那份捐。老三，你呢？只要不让俺丈哥，俺就让俺们家老仙把他那份也捐了，是吧？那四弟。我捐！我也没说我不捐呐，我容易吗？我当初还不是为了你们几个人好，我是想弄点银子，让你们几个人都能够有家有口，娶房媳妇。你们倒好，现在一个个都有家有口的，就是我一个人单着的。行了，别